观众朋友，今日个好么？欢迎收看福起来，我阿明哥刘浩明。你今日有抢到喏，係來自我哋台中東市嘅插畫家劉同賢來到我哋現場。而爸爸本身都係一啲同意嘅，佢屬於這個成立工作室，已經有14年嘞。14年來，唔單止畫插畫，同時嘛做嗰個平面嘅設計啦、包裝嘅設計，同時嘛出嚟有關於我哋客莊嘅一啲旅遊嘅書。希望講大家可以透過也書去了解到我哋客家文化。我哋馬上歡迎今日來賓，我哋劉同賢劉先生來到現場。同學你好，主持人好，大家好，我係同賢。我想請問一下吼，因為頭先我哋一開始嘅時候，有講到講，你這個已經工作室已經成立咗14年啦嘛，吼。你咪同我哋觀眾朋友說明一下講，你係咪完成到規劃畫圖啊？同時，你這個係繪畫嘅風格係蠻好冇？因為我爸爸咪係藝術家，佢係畫油畫，然後咪就做陶藝，所以可能係因為俺哋我自細就耳濡目染，開始當好畫嚟畫解嚇。見到太可能是其實我本來係讀建築，建築讀咗7年，可是後來偷嚟知道講都冇上過畫呢，水泥，然後風模呢啊、鋼筋啊，所以後來就開始趕部卡比把個水彩一條硬皮的水彩拿出來，個就記俺哋。已經打開了的水彩筆，都拿個開始來畫圖。沒想到一畫都當有興趣，都開始畫到啦，已經畫咗14年，快要15年嘞。可是你頭頭一開始嘅時候有講到你這個太學嘅時間係讀建築，因為建築係人講方方正正嗬，一條線一條線啊嘛。記得我哋嘅朋友去學建築嗰時間玩摩天輪時間，佢練下絲。工程字對，因為有下黑的，然後老師就看一看，就揉一揉就把它扔掉了。黑都變成個工廠師一直在想，咁樣按你拖個按多年，這個等於講這個有一啲安全呀，不一啲建築嘅一啲訓練以後，後來就幾多插畫。你這個人哋講幾時節的訓練有影響到後來的畫插畫地方嘅風格嘛？我昨我講個學生講，行過嘅路啊，一天唔怕行。我係讀咗7年的建築。雖然講我哋工作水彩插畫，跟以前建築感覺係兩個完全冇相關的行業。不過我有當到設計案啊，都係倆插畫設計案，係對空間來設計。比如像我以前有做一個台中圖書館，嗰時台中圖書館降頭期。我估拿到建築圖嘅人，廠商跟我聯繫是估建築圖，木嘛嗰種還蠻起好，幸好我都係要透過建築，我看的是那片係亮，那片係柱，尺寸係完全，我都是對個圖開始畫圖，我圖畫好，木咪起好，我圖插畫都是表現去嘟好。所以我知道個7年那個影響還係動態，而且對我哋嘅幫助咪係動態。係啊，真的是冇唔錯，因為嗰時就應該講，嗰種圖真是按唔能可能是，對我哋來講嘛，就可能要講一個。可是你喺我哋去想講，哎呀，如果做起以後，我變成乜個圖形，一般人想唔出來。可以想象。沒有錯，一般人講，我係美術出身的，好美術專科出身的話，你真係看到嗰種工廠圖，你都嘛看唔出啦。但是你就講，那憑空去畫出說，到時節做好以後會上畫個樣嘅，也從一聽到你的有案的背景，你能看得出來。咁從這個案例來講，你這個本身的繪畫風格算是比較走向這樣的風格吧？我比較不喜歡寫實畫，我都喜歡天馬行空，加動到自己想象力去。所以像我爸爸嘅藝術家嘅油畫，佢都比較偏寫實。我仲知道油畫，我用嘅美彩都除了水彩以外，像色鉛筆、蠟筆、廣告顏料，呢啲我綜合會用。我唯一唔曉得用嘅都係油畫。我見知道講油畫就係我爸爸嗰片當厲害、當寫實，我依種冇辦法參與去。對我來講，我畫圖我都係很喜歡畫起動聽。我喜歡講人都冇乜衝人啊，木就是恰恰啊，當天馬行空。對我來講，畫嗰條圖係很快樂、很愉悅。所以我風格咪冇講貼講我風格之天係乜嘅樣。對我來講，每一張圖都係我畫起動聽嘅風格。
因为今日我哋有幾多我哋咧同先欣賞帶來我哋作品嚇，除咗我哋也現場看到作品以外，其實今日為帶來幾多書嚇，我哋一本一本嚟紹介。因為點解我先紹介書呢？因為書裏邊嚇，你可以去看到我哋咧同先欣賞，而且佢對人。對亞世界，同時對亞生活的幾多個看法。譬如講，我哋今日看到第一本書，我哋講 Tokyo， 我哋放鬆出走，嚇放鬆出走。當初都冇好似畫一本書喏。係，我畫嗰本書係因為我本來想要去出走、放鬆出走，因為去東京之前，其實間已經係疫情之前咧。我有一段時間，當你做些。人啊，總要講啊，人用36個小時，因為我唔係估畫自家喜歡的圖，我還有交通都設計案，所以嗰時正經都係早晨畫、暗夜畫、假日畫、平時畫，每日都喺度做些。啊，等到有人啊搶過來時，我發現我身體、身心靈都不好，身體咪冇好，心情也不快樂。所以我嗰時都當想講，我就尋一間呢個世界上千多人。步調輕雅的地方，我都敢去個搭過去。特別我到嗰個地方，閒時的程度，一個東放鬆的我去個，安尼希望我未來的人生，不管我敢去個邊頭那一片，我主要是得到放鬆。一開始想要寫嗰本書的目的係安尼，按顧到後來去個到東京安尼生活一段時間，繞了一大圈之後，我將發現講，靜靜時的放鬆啊，永遠總係唔係地點，永遠總係去個嘅心。唔只要自家心跳的講，跟自家舒緩落來、放鬆落來。今日唔係東京，係台北，係花蓮，係歐洲，綜合窮款。按我寫嗰本書都當場跟大家講，大家總要記得咯，我就自家，因為大家人的角色總要懂到嘛，有媽媽、女兒、員工、老闆，按顧大家總要唔記得就自家，所以為自己勇敢一次。不管係咪東京放鬆，你只要想辦法把自己抽離，然後用自己勇敢一次去追求你想要的東西，嗰係我哋嗰時寫嗰本書真正想要傳達嘅意思。但是佢譬如講，頭一個講，你尋一啲我哋講規模限嘅地方去放鬆，一般同學哋嘅想法冇同，即係講我哋尋啊，譬如講我哋講Tokyo 嘛，嚇，都講Kyoto，我哋去京都嚇，嗰種個鄉下地方啦，嚇，冇得講去奈良啦，嚇，嗰種個輕鬆嘅地方去放鬆。其實就去京都，我想到去東京去放鬆咯。京都安江啊，安就安輕鬆啊，安尼將來做些是行個艱苦啊。對啊，可是前一個聽到他個嘢睇腳步跳古落以後，可能對比一下，就真係個輕鬆。係啊。啊，幾擺去東京，你看到乜個東西？像我收尾幫我講當到故事，因為我自家一個年紀嘛，我萬內就去，本來唔敢去嘅嗰種居酒屋，都可能較暗較細間嘅居酒屋，我咪自家勇敢的進去，我咪就到日本跟一個網友見面，本來我係一個都不喜歡跟陌生人見面嘅，因為我唔曉講嘛，開始都想講，要有勇氣啊，還要想要嘗試東自家冇做過嘅事情，所以咪就去冇去過嘅地方，然後咪就跟網友見面，然後咪就到新宿御苑天快要暗咧，一個人頭講干雕，鄉下頭天呢頭講釀果實。啊，其實我冇講特別做乜個了不起的事情，沒冇講去乜個當了不起的景點。可是對我來講，頭嗰邊生活的點點滴滴，敢愛勇於去追尋的那一些日常生活，將係那一段日子輕重要的事情。咁所以幾時去東京一久啊？去2002年。2002年。係。啊，去以前有準備乜個東西啊？因為東京也去過一道擺咧，嗰時去咪冇準備嘛係。都煮一間屋，因為我想講我頭嗰片待2002年嘛，特別煮一間有廚房嘅屋，到東京哦，我就廚房哦，都冇簡單哦，都冇簡單，都冇便宜哦，都冇便宜，花當多錢。我嗰時都係為到嗰個廚房，想講都，因為出發前我猶豫嘛，我想講正經哦，安尼講寫嘛，嗰種特別都去嗰片安尼嘛，會猶豫，我都為到嗰個廚房都前去。結果去到都係一個人簡單的料理台，就像主持人講，其實人都會去到異地過別人的生活，對，所以其實出發前咪冇特別準備嘛，都準備一顆
勇敢的心都安尼都去了。其实安尼过好，真的是唔好讲先准备嘛个东西哈，真的是许多几片杜都嘛个都看嘛个，好，然后跟无想到会吃嘛个人，你吃嘛个人，其实有安尼冇准备好的这种想法，过了以后，然后发现到哦，原来那个时候那一个月我做了好多不一样的冒险。对。对啊，刚我敲摸一下哈，过了以后有适应冇？刚到东京啊，都係做了一個決定，將我將來前一代天去自家的屋，因為我本來喺度市區到台中市跟人租屋，然後咪係種啊過完咧當無日無夜的日子，按到喺到東京行一天之後，有一日頭間木黑川。可能因為今日的天氣不太好，陰陰霾霾的，按個加上頭講，人哋繞了一大圈，完全吃唔到乜個放鬆啊，咪吃冇乜個出走，仲要完全剛剛上嘅冇相關，今日頭都講太叫，就是今日頭個木黑川都太叫，經叫之後，將發現講啊，我頭邊心態冇改變啊，今日去那片總係係窮款嘅。對東京講嘅時候，我用輕價嘅速度都將我木推盤東西打包好。然後轉來前面去種花，因為我當好種花，但是很喜歡花花草草。然後去一間細細間的屋做我自家的工作室，然後倆都同我自家倆個小花園都變展現生生，都比我做我喜歡做的事情。佢幾時節係咪都開始，我哋講學幾多浪啊？浪之前都學，按過因為我學，我卡前後係學七隻腳，前面幾隻因為有爸爸媽媽都照顧我，嗰時上到台中市嘛。安轉了之後，後來兩家將係24小時剛剛膩在一起。做嘛嘅我哋睇到，最尾嘅時間我講到浪吼，浪都喺我哋睇流浪嘅種陌生人嘅，因為我哋從前先生咯，唔單止主流嘅軌道，哦，就算是七集啦吼，我哋呢流浪嘅陌生人嘅同時嘛 ，V 等作為一本書哦，我哋下一段節目羅騰講，休息下哦，我哋馬上過來。翻過來復起來嘅，上個節目我哋邀請到我哋台中董事嘅劉同賢先生嚟到嚟現場，同我分享講，幾時節做乜畫第一本入去 Tokyo， 我哋放鬆出走一本書，而係為咗經過，但同時呢，又嘛又學幾多我哋流浪嘅陌生人咧，我哋想請問一下講，都係做乜嘅？唔單止為照顧一啲我哋嘅陌生人咧，同時咪出咗一本書。其實我看到一本書的時候，我第一名啊，我都感覺到蠻難過的啦，因為我從來我講，你這個可能一生人地方，我有幾多嘅動物，機會難免嘅。但是對於這機會來講嘅話，可能一生人能只有你一個人，對。可是你一本書名啊，一輩子只有你。可是我係咪同我哋觀眾先講一下講，當初做乜我想要出一本書，尤其一本書佢貼喺呢個狗狗的照護書，嗰段也係同這個一次遊樂去照顧到我哋流浪嘅陌生人有關係嚇。我寫嗰本書嘅時啊，其實係咪係緊叫緊寫嘅咧？因為我寫嗰本書係因為有一隻叫歐瑪吉，因為我目下七隻浪，仲下可能半路啊。將家己帶上來，所以可能帶上來是已經太旱咧，啊冇都已經老咧。按到古歐瑪吉嗰隻叫係對細隻將講出來，就開始學，佢陪15年，啊15年之後，後來佢都破片，而且係破陰陽槍嘅片。最尾呢，佢係同南京嘅是咽下了最後一口氣，等於說佢死同南京我的懷抱裡面。啊，嗰時我對告別還有死亡兩件事情都不能接受，尤其後半段看見個歐瑪吉啊，破片頭嗰片本來配一隻叫，到後來呢骨群骨頭皮包骨頭呢，然後個到最尾佢冇乜人的心愛，直到最後個咽下，在我懷裡咽下最後一口氣，呢個過程對我來講是非常沉重、非常傷心的一件事。我知道我開始去寫之後，我幾下年嘢我仲係冇辦法行出來。我都知道咗我為什麼冇辦法個對佢較好。我寫嗰時我為什麼行到早些？佢已經我離開我咧，跟住就算我都冇合作來，跟住向下南京佢，我仲樣嘅仲下，我都冇辦法原諒我自家。所以我知道可能我不按嚟想，可能沒有當到
爱狗狗、养狗狗的人，总还无有遇过安的事情，所以我就当想写一本书，跟大家讲，当你要面对离别，当你要面对死亡的时，对人自家，啊无就对叫，是在做嘛该，是在跟自家讲嘛该法，跟叫讲嘛该法，是让自家较好过，之后叫离开时，是较坦然，所以我这样写了本书，因为总还写。告别跟死亡，我太伤心，所以我前面个教大家讲，就叫生病的时、破病的时，我都完全听佢细心，然后完全听佢刷牙，叫没有刷牙，那么有一些狗狗的护理，咪仲要写到书笔，我跟大家讲，叫唔要讲到不用头讲，唔到喂佢吃东西的人，佢其实唔需要人的陪伴跟照顾，佢有生理的需求，没有心理的需求。可是也係本歸全面的一種對狗的一種照顧的一個過程的一個，算是一種教育書啦，應該話分享書啦。等於講把自家同狗的一種照顧過程同他跟人個分享。因為其實15年嘅這件事情對狗來講，其實算是細事嘛，無多的啦，但是有時我哋對人的角度來講，可能15年唔可能經歷到幾多嘅階段，地步一隻狗圖全部睇嘅。譬如講高中嘅時節，也叫你來高中、大學、入社會，唔幾多是，我哋講人生的階段，剛剛好這隻狗都有參與。可是也參與的，我剛剛差一點說人啦，其實也是同埋啲感應同樣嘅啦。因為參與嘅啲動物離開嘅時節，都等於嗰種，唔本來像我一生日，慢慢順順利利行下嘅時節。突然有啲人先下茶誒，都衝起個生人都先走咧，嗰時嘅感覺都會衝人嚟啊。係啊，但是對狗來講話，其實因為人細事太好啦，譬如15歲狗對我哋來講話，其實冇什麼8、9歲年啦，哈。可是其實到後來嘅時間，是用一種長輩的角度在看你的啦，對不對？因為晚歲可能是跟你的小跟班，但是以後都差不多10歲以後，其實對狗來講話，因為咧。會熟識的人哈，古來時會搖尾巴，搖完之後他就就是我的例行公事做完之後，但是也還是在看到，雖然講他回到他的窩裡面待着，可是他的眼睛還是在看着你，還是在注意你。好，可是你這個我希望講把你嗰時節的一個心情，同他跟你做分享，然後同他跟你講，其實剛剛講讀到安那事情的時間，能用來去處理。係啊，我知道了當中就，因為我身邊咪就有朋友缺狗，叫咪生病離開，但是我當難接受啊。對而家當喜歡狗嘅人來講，雖然說個狗當老咧，學到14歲、15歲已經像老人家咧，按過其實個動作，其實都係個動作同個個性都係像3、4歲嘅細人相款。同眼目就比我看到嘅，都係像一個細人，跳到講搞，做乜有人。佢都破片都走咧，係啊，所以我去到寫了本書，我當想跟大家講，其實佢都係一個當自然的過程，放不下永遠係人類，可是對動物來講，佢都係一個大自然、當自然的汰換的過程。沒有錯，而且同時對狗來講嘛，一大部分有人呢，你個15年過開朗呢。係啊，其實你換個角度想，對啊，真是啦，一大幫有人啊，可能阿慢些嗰種冇半年過來嘛，係嘛？而可能係流浪冇到一種人都，好可能都提前都同他個人同一個世界說再見啦。嗰種大幫有人，嗰種哪可以啊？15年地步嘛，出到他個人安度照顧，對佢嚟講話，我相信嘛會感恩啦。希望佢有過得很快樂。我相信他過得很快樂。其實出了一本書，你看一本書出來以後，其實幾多看到一本書，你都講啊，咁樣我去對待狗一件事情，你像同人講嘅，唔係講利益是保護好嘅。如果你真係講我要見到利益嘅責任嘅話，其實嗰隻狗要陪伴啊。我陪伴啊，佢咪有個憂鬱症咧，係啊，一皮膠，一皮以前都較淡淡嘅音樂，後來都真係都淡嘅。古來冇4、5點鐘又要睡夢嘛，係嘛？嗰時其實對我哋而家都市社會裏邊有啲，我哋講有啲人上班以後狗都睇，跳個鐵路卡，你真係等，哦，嗰時其實怎麼去陪伴自己的狗，其實最重要嘅。佢頭先有嘛講到講，其實有一陣嘅規模行嘛，唔單止又要設計案，又要插畫，因為我哋看到現場很多作品地方，從這個設計案地方呀，如何包含這些模塊幫佢商品設計啊、包裝設計嘅東西嘛？係，那設計案大部分啊，
像语文人画插画，佢可能都古画绘本、童书都看故事，然后看故事画上插画。我可能比较想要做很多的事情，比较想要就是挑战啊。所以除了讲把童书、把绘本啊，还有替你设计平面设计、包装设计，还有我头先讲的空间的设计，我们就都做。像那些东西，前面那的大部分还我其他工作室区的商品。就除了我替你做的设计，我们要当然播出一道啊，无到两道，还去我其他工作室染炫深深品牌的商品去了。因为替你做的东西做出来是骗人的。那的我品牌推出的东西是我自家的，对我来讲，那的很代表的是我品牌，代表的是我两个人。这个唔单止喺明年的时候，我拔出的时间做这个作品，同时我做这个品牌，品牌都一开始係染轩嘛，后来染轩深深，那边先同很多观众朋友说明下，对染轩深深的过程係嘛？染轩啊，嗰是因为我董某想用我自家名来做工作室的名，我希望讲这个东西唔係代表讲流通先这个人的人，而係代表我规个环境、规个文化。所以我不用染轩，係因为我大部分用的媒材系水彩，水彩佢都係颜料跟水两个融合在一起，又炫又染，所以我都用染炫。那独我名比本就该同先的炫嘛。所以就用染炫来做工作室的名，而开始用到染炫插画，后来对东京讲了之后，有其他体，有其他花草，其他树，感觉当你总要创作森林比较周些，所以都改名都用到染炫深深。染炫插画是代表的係人生的前半段，都係開始當年用36個小時都周寫的那一段。染炫深深代表係後來我已經很懂得講，我要保有我自家。然后过我自己想要的生活对我来讲，生活比生存还更重要。所以染炫深深，我期望你可以一直像安尼很生活、很乐活过我接下来的日子。甚至就是说，你可以因为这个品牌的精神，你可以出无同的书啊。譬如讲，一开始动情的书，一开始给他们浪浪的书。好，可是等于讲这个品牌的一个文化里面。很多是涵盖了你自己的艺术。其实我讲的东西，没错，都是精神两件事。我头先已经讲唔出来。其实代表一个品牌，其实代表的都是精神。佢已经唔係講都係我兩個人，然後懂展現我自家個性。你自家個性其實都係其次。正經想要傳達的精神，跟我想要傳達的話，我是用兩個品牌咁去推出來，你不會被局限在我個人。那达萨斯的更有共情的能力，对我品牌推出的不管是书也还是商品，也有那个共情能力，更有共鸣，可以从推出的东西，比如去找到我想要传达的话。而且你这个作品不单是他的作品，你的作品其实还代表一个精神出来的一个代表。所以说，今天我看到这样子的一个作品之后，也许是。譬如講，嗰啲素描嘅作品咧，人哋講啊，一天都可以啊，同學出的呀，因為有種嘅畫，不僅說畫風啦，甚至它表現出來的作品，其實就是這個品牌之下會去產生出來的作品。但頭頭中話我講到品牌嘅精神一部分，都係印啲人嘅同時吼，其實伊嘛把我哋客家文化精神同文化，比如我而家一本書裡邊，我哋開台節目都提講，等做乜嘅對一本書裡邊，我看到用嘅客家文化，還有客家美食，休息下哦，我哋馬上過來。欢迎过来，福起来耶！上个节目，我哋来自台中董事的刘同先先生来到了现场，同我分享一下听一本书《一辈子只有你》。我说想问一下先生哈，因为头头我哋已经有讲到讲，喺我哋2016年嘅時節，有出咗一本書，就客家大陸嘛，哈，讓一本書裡邊有紹介講我哋嘅客家種啦，同我哋客家美食。我想問一下講，從一本書啊，係啲我講政府嘅案呢，冇得講我哋邊人呢啲案呢，還是講係自家想要出的呢？
我去家乡个去嘞。你去个什么子？因为我喺度东西都是客家庄嘛。唔错。本来系东乡个介绍东西两个地方，后来发现东西几多细细，嗰时咪冇按到游客，嗰时个自行车道的东风绿廊，东有名个东风绿廊，还冇按到游客去，所以冇像俩讲还有按到美食啊，按到景点，嗰时都系一个淳朴的客家庄。下来发现冇办法写一本书呢，所以我就干脆讲好，我就归台湾去行，我就行归一天，然后赶归台湾的客家庄较多客家人的客家庄，总下去行过去采访、去欣赏、去画图，将安尼写归个台湾的客家庄写编两本书。我哋想讲了2010年出一本书吼，等于讲之前已经花差不多1-2年就出落去行了我哋客家庄啊，同时访问啊，画本书。你这个是走读的前辈呢，走读的前辈，真的啊！因为你在想讲2010年都出一本书的同时，像头讲一样，这个是全台湾省的客家庄，许多嗰边唔单止係2年嘅访问你，同时又畫嗰個東西，真的走讀的前輩。佢係咪想問下個，像你這個安尼一看撈下來啊，你這個有幾個印象佢成為客家莊，同時我哋客家米什麼？因为那本书写當久咧，到了生產裡面超過10年咧。其實我嗰時去嘅嗰度地方啊，到了我去到五環新義，當到地方就冇窮款了啦。所以我咪唔敢大聲講，那片有乜個當好了哦，講講咧去到冇咧，冇那個地方。我去到都算高配安多年，客家莊呀，它的美都係屬於客家莊那種當淳樸的美，跟客家人的親切笑容，我去到了都係講研究時間總係唔變的。因為你這個講客話嘛，尤其其實像今日我哋訪問的時候，我都發現哇，佢童先生然後太普強是在講嘅一點我都滿意講，跟人辦事冇得講睇錄卡係咪有得講，你講係冇錯，佢爸爸媽媽還是幫我用太普強嚟講客話。可是你看，嗰種我哋一客家莊啊，真是你嗰種一開始都講客家話嘅時間。我哋講客家莊地步，我哋講，雖然我哋去配得客家莊，但是伊馬上把你當成自己人。係啊，真是一件事情，真是其實我以為我研究所都有關於客家文化關係嘛，嗰時我哋其實欣賞當然係去中國，一模一樣。雖然講伊哋模樣同我哋西安已經還是多少冇共用，但是我哋用西安話去講，你馬上看了我一眼。親切感都來了，冇錯，真是。嗰時像人家嘅現場嘅董事長，其實同人哋咧西安強其實幾權。嗰時你去到你的客家莊地步，用客話問嘢時間，一阿婆看人樣我都冇講。哦，真嘅咧，像我去嘅五溝水，而家是講我都上到五溝水，因為我後來都冇過去，我唔知佢哋有變卡。鬧嘢就係完全啱唔啲，我嗰時間去嘅時，佢都係真嘅，而家當鄉下冇乜個，幾乎冇遊客，因為冇乜個人啲嗰個地方。我而家人去帶件個素描本，相機把件，一看到係攞不來啊！去到個阿婆佢可能佢路線摘菜，佢可能會想講，你呢片來我做乜嘅？嗰時只要用客家之間嘅講法，佢都開始講都講唔少，都跟聊天。對，所以我覺得那種客家人，不管你生在什麼樣的地方，只要人家客話就講出來，那個親切感跟自己人的嗰種感覺，佢都來咧。一部分我想請問一下，像你自己以前喺台中董事嘛你幾時來到我哋5-9歲嘅時候，我哋譬如我哋南部行人6隊，幾時前即個第6隊啊地方？6隊啲聽過，其實喺董事嘅時候都啲，嗰但是你即個唔係講，其實喺南部，譬如到高雄、屏東一部分嘅行業，我哋即個按到6隊人嘛。幾時前除咗去5-9歲以外，話要去哪個地方嘛？記得？花蓮嘛就去花蓮、鳳林、美濃，南部的話都美濃嘛，係。如果係北部，可能都係新竹北埔，係嗰啲地方。我去到清河教嘅都係
虽然讲怎样系客话，我去到无相关的地区讲的话无相关。当中啊，其实我喊系汤无，系啊。咁种啊，除了我哋海陸鳳啦，海陸啦，太埔啦，洲岸啦，其實係用我哋，譬如講我哋講西安嚟講啊吧，譬如我哋有南西安，有北西安，好像有時候同北部嘅朋友，講話時間，講個句順哦，譬如講我有擺講，你從講人都從到會潮濕咯。啊！那個北西安的朋友都健康嚟講，我講哦，羊架，羊架，係，伊哋的北部講羊架啦，我哋南部是講潮濕，有的位我哋講用詞都冇見，我是轉發也好多啲也好，但是全部我哋講唔單止講我哋譬如鳳林啦，鳳林嘛講西安呢。我嗰時對啦，嘛個強，其實冇嘛啲，係冇安清楚。古地講去到一棟發。就通聽無嘛是，講像我讀東西講食飯，吃飯我就講食飯，像年係講食飯，有個地方佢強調就無嘛就相關。像客家美食地方，唔係有乜有印象啊？哦，美食當道呢講唔平呢，其實我睇咗印象嘅可能係北部嘅有一種米。我哋無嘛記得叫名嚟，糊嘅像米腸，我唔知，我記比較係關肉。關肉係唔啱就試過喎，然後佢都去做像呢，像米腸啊，然後 QQ， 就像比較有加肉，還有加番薯粉，所以佢喜歡嘅口感係 Q 彈的。我嗰時冇看過，想講哎呦用嘅糊規條，而且佢唔係做一節咯。係啊，我們做一節啦。佢都做安尼規圈安尼，像個。像灌蟲樣誒，係像個蚯蚓啊，規圈都變好個玻璃櫥櫃比包，安咪係個阿婆同買，唔佢跟佢講，我買幾多，買100 kg幾多，你個頭出來，就煎，全個變咗一個規圈都講。我覺得很有意思，嗰係我做東西都冇看過誒。係啊，其實我去北部啊，去北部客家我冇，真係我覺得有到個東西我真係我睇南部冇看過，初頭我講啊冇看過，還有個乜牛溫水啊，仲有牛溫水，糍粑，我記得糍誒。冇錯，我都感覺貴貼喺度，雖然講冇錯，都糍粑比我哋糖水地位嘛，但是我想買到牛溫水可能啊。我理解了。從牛頭樹皮包，泡頭樹皮包。像今日我哋咧節目地方，你會發現到講，其實我哋咧同線欣賞吼，其實看得幾人強，但是呢，伊這個做事情，你會發現，你會看到講，伊上到乜嘅，伊都上來做乜嘅。譬如講對東京古來以後，伊上到講伊也有檢測，中國都發錯，伊都馬上有檢測，中國都發錯。所以還有同時，我哋今日嘅訪問咧3本書地方，嘛喺伊這個上到講，我喺呢度叫嘅。去畫一本書，一路畫一本書。我喺依邊個喺行業，嗰時候我喺了解客家莊，我嘛做一本書。種唔難係見機履機嘅一個個性，係本來嘅個性係咪？我知道應該係呢。當上我某個事情上上我嘗試啊。但是你如果冇想到講，出本書我有能力，我可以做，你嗰種唔會懷疑自己哦。從客家嗰本書啊。佢係我2010出嚟嘛，佢係我第一本書，我按多本書比較第一本書。其實嗰時都係正經按到出生之犢不畏虎，嗰時根本冇個軟體怎唔曉做，因為我所有嘅書我怎切個畫、切個欣賞、切個寫詩，然後切個排版。去甲改的稿子总编印刷稿，然后虽然说与出版社联系，可是我完全不用假借他人，我唔是个另外请一个排版人员，唔是请另外请完稿人员，我都会去甲做好係我兩篇完成。我嗰本書都做時，嗰度我完全做一本書，我用埋個軟體，我完全完稿，我乜嘅狀態唔啲。個古地講去了去訪問，畫落來個寫詩。然後做一種，拿去出版社去慢慢去請大家出版社去談講，唔值得跟我合作嘛？都係對人哋一步，然後給我回饋俾我講，你哋唔得啦，我哋冇辦法編一本書啊，我用乜個排啊，將來講個好個請到嗰個專題，個閉關個講專題學來個排編書。知道嗰本書對我影響動態，都係我對嗰邊學到東多講，原來。每一個環節，然後用什麼樣的方式去完成這樣子的成就後面一個很完整的作品。所以我其實我在經營，因為年輕嘛，
年轻不害怕嘛，该怎样摩托讲啊？但是你这个唔好讲怀疑自己，讲做我多行啊，好人不一行啊，还没抢你来听数。等于如果你这个不因为讲也为终点的这个产品是你这个想要做出来的，可是也中间的所有的学习本来就必然。我其实学到都是自家的东西啦。我今日当然我分配人来做，我会较轻松，我也会比较没有压力。啊，因为自家做，我是做5片，我进去了其他前本做无片。当然我分配人做，我压力无适当多。啊，我其实同样也到学习上来，学到综合係我自家配人拿唔做。我今日頭邊冇嘗試，我10年、20年我做唔曉。啊，肌肉量很重要。可是也一路向學習，唔單止講其實出版的本書，其實一出書的過程裡邊嘛學習到幾多嘅東西。但是這節目最賣的吼，想請問一下，因為我哋客家嘅一個文化節目嘛吼，我就想問一下講，請問話會聽一部有關客家文化的書嗎？我當想啊，相當久咧，因為我當好食，我很喜歡吃美食，嘿，啊，我吃到客家美食啊，唔咩古好些的人。啊，其实比如像腌制物，还就当到，比如说4月摘梅子了，腌梅子，然后几月是就橄榄啊，就嘛干。啊，其实客家食物其实蕴含当到祖先的智慧，然后还有节气的了解。冇祖先的智慧，冇节气的了解，根本唔啲讲我甲鸡我完全做出来，啊梅我完全腌，泡菜我完全去切，嗰條東西我知道其實歲月。佢唔係顧好些人啊，只有當到東西，當到精神狀態比吧。所以我當上去日本安的時候，本大沙地講，唔是到江氏大廠唔係顧好些人啊，唔是到鹹菜乾咩唔係顧好些人咧，佢後邊係完全做出來，然後係用馬家的方式，經過多少失敗，不同的節氣濕度不對了，搞到就是屬於到個廢品咧洗。也講到習物，係我知道你到精神，我從當上個寫一本書，本大家了解。可是真正我哋今日節目來講哈，你先來講好啊哈，一本書哈，你一天同埋完成，完成係吼一天兩個的節目好來完成。好，冇問題。觀眾朋友看到今日節目，我發現講其實從我哋今家細人嚟講嘅話，真是我看到講，伊對伊的文化嘅認同，同時對伊自家嘅身份嘅認同以外。以這個做事嘛，過係的，過努力打拼，同時嘛，過好學習的一個人。可是對於個身方，我哋嘛發現到講，其實假如你這個認同這個身份，認同這個文化，你這個想要努力做，某個事情就可以完成。今回感謝我哋總監先生同我現場同我分享很精彩的故事。謝謝你，謝謝大家。頭皮大家喜歡學叫，咪喜歡想要放鬆出走，嚟到收點咪怎樣買得到？大家先空下來。休息一下，我哋聽下啲先生來傾下運動哦。我看福起來嘅觀眾朋友，記得去我哋面書網站，還有到我哋客家電視台 YouTube 把我哋影片分享出去哦。